基美医学中心肾脏科为提升老管的照护品质，使用E-form的电子表单系统，对建立初次的使用老管，第一届注射评估记录，记录老管的照护，每个月评估，然后甲院内的病历系统来连接，不但让电子表单更加有效率，而且透过定期的评估甲记录，会用避免瘻管完全来塌掉的。瘻管的话，其实我们分为2种，一种就是自己的瘻管，一个就是人工的瘻管。那自己的瘻管的话，是将动脉跟静脉互相的连接。那如果是人工的瘻管的话，就是外在的一个管子，然后接在血管里面。那通常一个病人做好瘻管之后，他是使用一辈子的。那除非这个瘻管已经坏掉了，不能再用了，才会建置新的瘻管。那当然，在洗肾的过程当中，其实瘻管会发生很多的状况，比如说狭窄啊，或阻塞，会有血块等等。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心脏血管内外科或者是放射诊断科来进行一个经气球血管扩张术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做完之后，等于是一个修复的动作，瘻管就可以继续再使用。那表单系统的话，就是由医疗端自行设计，然后设计完之后呢，再跟资讯端做连结，所以它可以根据医疗端的需求，然后达到很快的效率，就建立写表单。那我们建立表单之后呢，由医疗端填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做后台的统计，包括说，这个月有状况的病人是多少，或者是病人的话有哪些呢，在这个月去做一个手术，那可以对我们的资料做更多的分析。因此，我们透过电脑医院的E-form的表单来建立我们瘻管护照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洗肾的病人洗肾的品质更加提升。基美医学中心肾脏科医师陈瑞义表示，洗肾的瘻管是洗肾患者第2条的生命线，透过病院的心脏血管内科、外科、放射诊断加肾脏科的跨领域合作，不但会用掌握病人的病况，而且嘛会提升洗肾瘻管的照护品质，和洗肾病人的安全搁再提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